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继16天，又有英国国会访问团来台湾访问，访问团呼吁停止对台湾无公平的抬举，和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国民党决定要定调，打选调台北市议员的王凤仪参加立委补选，对战民进党的吴怡农。全国高中基于警察脑科目用到去年的考试卷，有个团主讲成绩嘛算唔到，排名出问题。先开始来看英国国会下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组团来台湾访问。顶一届英国国会来咱台湾访问已经是16天前的代志咯。总统蔡英文今仔接见访问团，嘛感谢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双方针对经济、印太区域安全等议题的交换意见。外交委员会主席柯恩斯嘛强调讲，台湾是英国坚定的好朋友，嘛呼吁世界各国爱停止对台湾无公平的抬举，和台湾会当以正式会员的身份来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你好。用中文的礼号来博感情，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访问团来台访问。总统蔡英文7日接见，这是英国国会自2006年了后，隔16年搁一摆组团访问台湾。蔡总统致辞时指出，英国国会跨党派支持台湾，也在国际场合真侪摆呼吁台海和平稳定。双方即摆就台英经贸关系、印太区域安全这议题交换意见。现在台英双方的贸易政策、供应链合作以及强化经济韧性等议题已经展开策略性的合作。除此之外，目前有超过30家英国离岸风电业者在台湾设立营运办公室。Taiwan, I am sure that we have a steadfast friend, as Taiwan has proven with its immediate assistance to our friends in Ukraine. And again, in the pandemic, where others obfuscated, Taiwan stood as a clarion voice, alerting the world to the virus which brought darkness to all of us, and then sharing best practice to help us recover as swiftly as possible. 柯恩斯表示，台湾是英国坚实朋友，也是强健民主政体之一。台英自交民主，润性欢迎三个关系主定，佮呼吁停止对台无公平的待遇，和台湾用正式会员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台海紧张情势引起国际关心，法国总统马克宏去美国甲美国总统拜登展开双边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关切俄乌战争，佮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We're working together to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cross the Atlantic and each of our countries, but also Europe as a whole. We are together in challenging times globally, and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launched by Russia, and so obviously it will be the first topic of discussion for both of us. 美国最近要公布国防授权法案，内容有希望提供3000亿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抵抗中国愈来愈扩张的威胁。针对国际讨论中共2017年可能犯台，德国网络媒体前锋指出，为防止和中国卡油，德国可能大幅度调整对中政策，减少挖苦中国，也成立友台小组，会全力推动台德双边的交流和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的补选，明年的10月7日要投票。民进党的吴怡农昨是正式登记参选咯。国民党打选调台北市议员的王凤仪，原本是讲伊无要参选，也毋过昨伫党内人士的苦劝，改变心意，今仔是接受登调，嘛赶伫最后一天来完成登记。王凤仪是强调讲，伊愿意承担嘛，嘛望讲选民会当谅解支持。吴怡农嘛讲哦，即届补选未做广告，嘛未挂旗啊，望讲有一个正面清气的选举。国民两党对这些补选的立委哦，拢有未当输的压力。赶伫最后一天，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凤仪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陪伴之下，去登记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的补选。之前王凤仪一直表达无要参选的决心，毋过伫朱立伦等各方劝进之下，王凤仪总算点头，答应接受定调。之前我为什么这么纠结？我一直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已经是非常不好意思的，请我的选民能够原谅我。
能够谅解我，能够支持我。但你会继续服务台北市民啊？一定。王鴻輝也互林野批評，這連任議員無就職倒落跑去選立委。不過國民黨強調，王鴻輝無離開選區的問題，只有責任更恰當。進前也被人點名有希望出征的徐巧芯，已經出國表明無要參選。過去捌甲王鴻輝因為2018年議員選戰，即陣日違婚的問題互相嗆聲，今日表態全力支持王鴻輝。那我個人是會全力的來支持，那不管是空戰或陸戰的部分呢，我都會全力支持，希望他能夠順利的來當選。在原本的選區裡面呢，去未來擔任立委，我覺得是對市民朋友來說都是一件好事。徐巧芯個表態力挺，要共同努力為國民黨搶這席立委。民進黨推出吳奇隆也咧全力備戰，下晡會監察競選總部的設置。這席立委席次會在明年1月7日補選，在9合1選舉無偌久了後，哪裡佫一擺對決，雙方攏有未使輸的壓力。記者綜合報道。選舉已經結束，候選人攏會回收競選的宣傳品。有駕駛經過國道1號，隨後對於貨車頂頭落來，台南市長黃偉哲扛棒弄破轎車的擋風玻璃哦，加在是無人著傷。國道警察嘛已經對這個貨車的駕駛開出1萬8千塊的罰單咯，冇可能去犯到公共危險罪。駛佇國道頂懸頭前飛來競選扛棒，互車內的人驚一條。但真少一看扛棒頂懸人真面色，竟然是台南市長黃偉哲。行駛在安定芝麻道路段，當時行駛中線車道，因裝載的貨物競選看板未捆紮牢固，導致競選看板掉落於內側車道，並砸中行駛內側車道的2部小客車而肇事。貨車駕駛會照道交條例處1萬8千塊以下罰款，加在扛板是金主板材質，無人受傷。扛板的主人黃偉哲2號透早到菜市仔發50塊的市場券，甲民眾拍照好翕相。面對這個事故，黃偉哲表示會加強要求團隊，唔通造成環境等問題。我們會要求這些競選團隊選舉已經結束了，該做好這個把一些競選的這個宣傳品要收攏好。不要到時候造成另外的問題，我們本身就要以身作則了。國道每當平均有4萬幾件落物件的事故，有鐵桶甚至水塔，常常互後邊的駕駛反應袂赴，造成車禍。警方表示，若載物件無白案較無好，落來造成死傷事故，除了罰款，閣會吊扣，也是吊銷駕照，甚至可能觸犯公共危險罪。呼籲民眾上路一定要加注意。記者台南報道。來看台南客家佇頂個月初10選舉進前發生妨開88千的案件，到今已經得要2個月咯，才要抓到兇手。台南市刑警大隊總是發布查集團專刊，通令講要抓一個外號叫做紅姑的通緝犯洪正軍咯。因為選舉進前就風聲講，這個慶案可能甲紅姑有關係，嘛引起外界關心。在1月10號，台南客家分局的轄區內發生88千的重大槍擊事件，到現在2個月還未破案。但是台南市刑大1號是向發布查緝的專刊，這名叫做紅姑的洪姓男子，假是無礙指數，警方當然講無排除任何的可能性。洪姓通緝犯在106年及108年，分別因為掳人拘禁、涉嫌妨礙自由案及剁人雙掌、涉嫌重傷害案，為台南地檢署發布通緝中。洪姓通緝犯在通緝期間，在本市各地從事許多不法活動，有危害治安之虞，故通報本局各單位加強查緝。唔但對議員服務處虧欠，國到民進黨過程中執委先前經營的公司廠房開了58千，一直到大選進前，親手的身份、作案的證據、烏托邦甲逃亡的路線攏唔知影。嘛因為被害人是有黨政的背景，網絡的爆料是不斷，外界是普遍認為槍擊案重創黃偉哲的選情。當前大家都講紅姑的，警方否認，選後正加公布嫌疑犯，可是驚公布兩個嫌疑犯。和嫌疑犯公布這個黑金的結果，會影響到這屆921全國的選舉，交台南市的選舉，所以唔敢公布。我感覺蔡總統、黃市長，您一定要斷黑金。是不是他涉案的程度如何？總之，有任何通緝的人，我們本來就應該要加以追緝，這是沒有疑問的。那至於這個案子全案本身的狀況，我相信還是要讓我們要給檢警辦案的空間，那全民都在看。
网络实力风团遭受了通缉的男主，因为不满有人拍到伊的记号，插手入店当中趁钱，因此是指派亲手开钱来示威。不过警方到现在拢无原因证实涉案的程度，都要等待厘清。记者郑份台报道。台湾丽营航空国内线编制是伫中营航空的100位空服人员，最近收到公司的通知，因提供2项转任丽营航空的方案，也毋过要求讲爱伫12月初9进前来做出选择哦。这个空服人员是真烦恼讲，若是无做决定，会防自遣，所以今仔去民航局抗议。中营航空是声明强调讲，会安尼做是为着要互丽营航空会当有独立营运的能力，嘛承诺讲转到丽营职务未变，原本的薪水甲福利嘛拢有保障。中营航空企业工会甲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干部手邮布条到民航局头前抗议。工会讲，目前伫中营航空正头路的100多位空服员，是2015年为子公司立营转来中营航空，7年来拢是被派遣支援立营国内线。今年11月向转到转任意向通知，12月都要缴回，明年1月就开始有效。公司提供3个选项：第一是转任立营航空空服员，第二是留伫中营航空，毋过干来当飞台北出发的国际线，若做无接受，会当选择办理优退，还是离开中营。参加说明会的立荣机队、长荣航空的组员表示，他们很多细节通通不清楚。例如，我勾选了我要到立荣航空，我是不是保证一定会成功的成为立荣航空的空服员？不知道。他说要是立荣航空的应征情形。对这代志，中营发表声明，为了使立营航空未来当独立运作，中营航空已经启动派遣支援立营机队的空服员转任调查，担任职务无改变，搁保障原来年资甲薪资。选择留伫中营的空服人员，公司会提供转换训练课程，受训期间领原职级薪资甲加级。毋过工会质疑，转任1月就要上路，若做员工转任无顺利，可能会影响国内航线航班的人力，甚至冲击到国内线春节时运。民航局这边最重要的是要求航空公司要做好安全管理，要兼顾员工的权益，而且要跟员工多做沟通。对于中营航空这件劳资纠纷，桃园市劳动局是讲，依照劳基法的规定，若做雇主调整职务，必须经由劳工同意。若是劳工认为资方所提供的选择无合法，也当透过劳动事件法向法院请求订定暂时状态假处分，就会当维持原本的工作，同时进行诉讼。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各种职业竞赛中餐考试的题目出包，用到去年的考试卷哦，即马又个传出讲餐饮服务类的成绩嘛算唔对。教育部是强调讲，专案小组会先来协助，甲分数算好正确，才个公布排名。全国高中记忆比赛商业类中餐这种学科的课题，拢用去年的互人讲汉国，昨深夜又搁传出餐饮服务类成绩计算有问题，所以无法度颁奖。经查查后，餐饮服务职种确实有成绩错误的情形，教育部专案小组将协助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厘清正确的排名。国教署指出，厘清正确名次了后，会由新北市甲委员会各来公告。嘛会重新核查商业类11这种的成绩。全高中指出，记忆比赛前3名直接摕到4级2专记优保送资格，记优精神嘛有采计一定比例，连续出2个包是损害公平性甲代表性。尤其是在前端这些对我们说的命题审题甚至于说就是评阅的这个部分，可能整体来说要再做整个的盘点，而且到底说它是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SOP 的流程，这部分其实都应该要在就是请教育部这边的话要再做一个厘清。全高中强调，承办的高中职是执行一般的工课。技术考试隔工就要颁奖，时间有压力，可能出现问题。但是命题、审题甲评外工课拢是大学教授来负责，即届相关的流程拢无落实，才会变做遮尔罕古。若是教育部专案小组已经开过头一届会议，但是未来是安怎复核？啥物人爱负责任，也是清楚，拢也未发出正式的声明。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邮局的物流中心今仔落成启用，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王国材、佮桃园市长郑文灿拢亲身出席。它是一个
非常完整，对于不管是国内的物流或是这个国际的这个物流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是 PC Home 啊，这个董事长这边他们在明年1月就开始进驻，然后我们现在在邮件处理中心，我们现在留下1.2万坪，继续来招商。这个物流中心有8站楼高，地下1站，加共是有48000平。未来村口甲邮务作业会当来提供愈较完整甲现代化的服务。再来看美国股市的3大指数涨拢落，台湾股市今仔嘛是落，收盘又搁落破15000点哦。因为目前咱国内股市搁有限制放空的禁令，国安基金嘛搁继续的进场。金管会主委黄天宝是表示讲，目前是搁未有改变。另外，伫房地产的方面，新起的换厝最近看厝的人甲成交量拢真冷哦。近期的订货嘛出现衰退，注意的黄蓝灯。受到美股涨3大指数落价，台股今仔日开盘失守15000点，落79点，一直伫15000点大关起落。分析师认为，这是受到市场预测美国联准会相关利息转温和，预估台股刷来会伫15000点整理。筹码能够顺利换手的话，不排除指数再涨。不过，因为现在的时间已经是进入12月年底啊，这个时候外资陆续会放假啊，所以如果说外资的一个操作比较熄火的话，那么大盘指数量能无法推升，指数恐怕再涨也不会太多。分析师认为，除非国际又搁出现新的利多，安尼无台股指数搁起价空间无大。市场是关心台股上15000点，国安基金也搁有3项有条件限空令，是毋是会退场？金管会主委黄天宝表示，未来变数多，相关措施会暂留伫场中看年。另外，房市交易部分也出现警讯。在1月到衰退注意的黄蓝灯，依照新厝的市场来客量、成交量拢顶甲今年的最低点，甚至每礼拜平均敢卖出1户，所以台北市的成交是上艰难。利空原因加诸之下呢，造成房市买盘大量的缩手，还有以及11月刚选举完，那选举前呢也造成买盘的观望。到目前为止来观察，12月初的买气还是比较淡一些啦。专家认为，目前房市卖方信心面真强，暗过买盘求手，房价什么时阵有变动？而且上紧恐惊都要听候明年第1季，卖压出现才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消基会昨公布菜市农药残留抽验的结果哦，发现讲汤匙仔菜、土白菜等菜市有3成农药的残留超过标准，番仔姜是有6成有农药超标的问题。农委会甲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今仔是开记者会，强调讲会来加强检测，未有互有问题农产品进到批发市场。食品安全对健康的影响真大，也是民众甲政府关心的重点之一。消基会进行市面上所卖蔬菜、水果、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这一公布最新的检测结果，发现头姜仔菜、小白菜这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率达到3成左右，番姜类超过6成，有农药超过标准这个问题也引起众人讨论。确实是比政府的这一个监测不合格率还要高，很感谢他们的这一个提醒。这一次所提出来的品项都会纳入我们明年度开始的一个这一个监测专案的这一些品项对于消基会公布的结果，行政院表示会注意，未来一定会加强管制。农委会强调，药毒所已经开发类似质谱快验的技术，差不多10至15分钟就会当快速验出农药残留结果，会当第3地将无合格的作物加查落来。也因为它时间能够大幅的缩短，所以它在进行源头把关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及时的让我们的农产品在产地如果检验不合格的时候，就不会进到我们的批发市场。农委会强调，为了降低农药残留的风险，农委会除了快速检测的技术以外，也会伫农药购买做实名制，也甲食物医师的制度这些措施的协助，为民众的食品安全做管控。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南非总统拉马福沙伊个私人的农场，在2020年共偷走400万美金的现金哦。外界质疑讲，一向强调反贪腐的拉马福沙，哪会有这么侪钱呢？佮藏伫农场内底。初步调查嘛显示讲，当初伫贼头的时，总统是有想要用一寡钱，互这个贼头来暗藏这项代志哦。即马这个总统冇可能会互国会弹劾。南非国民议会议长委任是3个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进前做出调查报告，讲有证据显示，南非总统拉马福沙伫伊私人的农场内底有放建数百万的美金，有可能违反反贪污法。国民议会会伫12月初6对这个案件来提出讨论。The House will consider the report, it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nd adopt a resolution through a simple majority vote, whether a further action by the House is necessary or not. 拉马福沙互人指控讲，暗藏一件2020年发生的这个窃案，有一个贼仔对拉马福沙的农场内底一只碰椅内偷走400万美金，甲合咱代票是1亿2000万的现金。而且，这个贼仔互掠到的时阵是非法拘禁，还佫有审问。拉马福沙还佫诬陷这个贼仔，叫伊着爱喙读起来点点。拉马福沙虽然有承认讲有发生窃案，不过强调讲，这干那是58万美金互偷摕去。南非的民众对国会有可能来启动弹劾调查，因的看法无同。If the law needs to take its course, it should. Yes, it should. Like anybody else, justice must be serv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Crime is crim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one of those who believes that our leaders should be impeached or something. Maybe a disciplinary action or something, but to be incarcerated or something is not what I agree with. 就算讲拉马福沙一直讲这条钱是伫卖农场内底的水牛收到的小款，不过朝野政党拢呼吁讲伊应该就爱辞职落台。The President appreciates the urgency of this issue. The President appreciates the enormity of this issue, what it means for the country, the stability of government,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he is still processing the report. 拉马福沙伫个2018年就主打反贪，才来赢选上台，嘛有可能会继续来拼2024年的这个总统宝座。即马爆发这个农场门的疑云，执政的非洲民族议会 ANC 是毋是会继续甲提名？恐惊还佫有变数。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针对2022年全球城市生活成本的调查显示，讲美国的纽约甲新加坡是生活成本上贵的都市哦。今年受到战争的影响，通货膨胀严重。调查的172个都市，物价平均拢起超过8%，嘛是20档来起上侪一档。全球生活成本上贵的城市是伫纽约甲新加坡2个并列榜首，这原来是纽约头一面排冠军。去年第1个特拉维夫，今年排第3，定定日本，并且排伫头几名的新加坡，今年是10年来第8届徛上榜首。排第4个是香港，甲洛杉矶并列，第6是苏黎世，第7日内瓦，第8旧金山，第9巴黎，第10哥本哈根。美国创下40年来通货膨胀率上悬的纪录，也是纽约排伫头名的原因之一。另外2座城市的洛杉矶甲旧金山嘛日本前10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金走强。这是英国经济学人智库 EIU 根据伫8月至9月期间所进行的调查，评比全球172个城市所统计出来的最新数据，并列出排行榜。伫牵涉到超过200项产品，评比超过400项物价所得到的结果显示，物价平均起8.1%，是20年来上大的起价幅度。俄乌战争冲击全球供应链，互人认为是这届物价起价的主要原因。俄国首都莫斯科排名升80名，排伫第37；圣彼得堡升70名，排伫第73。部分原因是入侵乌克兰了后，互西方经济制裁所引起的。不过，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今年并无入列审查。通货膨胀率特别悬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堡起86%，
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64%，伊朗的德黑兰是57%。目前起上紧的是汽油，平均年增22%。负责这项研究的全球一级程度主管乌帕萨纳杜特表示，俄乌战争、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加中国的零关税政策，已经造成供应链的问题。国家相关利息汇率变动，致使到全球生活成本出现危机。若是生活成本上届计是第172名，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尾亚第二是第171名的利比亚迪利波里，尾亚第3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宜兰的渔民最近咧掠麻仔哦，之前是不管讲外地来遮掠麻仔的渔船上过济，最近渔民佫发现讲海边啊上济水流茶，嘛影响到因的作业。林管处是表示讲会赶紧来摒扫，减少对渔民的影响。水流茶草仔机本所蹲伫宜兰南洋溪南边差不多11公里长的海岸，因为即摆是掠麻鱼仔的时阵，互渔民是真困扰。这落波，那调查机这渔民若多行，房啊拢做拢是。这咧走落去哦，听讲来较薄的哦，啊茶较甜的哦，啊就看过。渔民反映，这草机水流茶不只会互脚底受伤，也破坏渔网啊。希望公部门赶紧清理，保障渔民生活，延恢复海岸线景观。交通林管处已经派怪手针对掠麻鱼仔的所在清理水流茶甲草仔机8外栋，差不多1/5。啊，不过根据统计，宜兰海岸线今年已经清8,000外栋，数量佫一直增加。针对这个人为垃圾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积极去做清理的。那就是对峙的草梗部分，我们也会尽速来做一个整体的堆置。罗东林管处研判，这是对洋流飘过来，啊，不过官府认为是大雨和河水大来，因为大部分拢出现伫河口周边海岸线，数量是有够多。目前干内因性程度人工本数，水流茶甲草机成吨的才去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市里渔山的老人会馆广场哦，已经有一个20外档的市场，因为老人会馆要拆掉电器哦，这个市场要刷起队，佮还未安排好势。60外的摊商哦，因是真烦恼。也不县政府是强调讲，已经有另外找好市场的地点，12月7日会开协调会。透早小农伫市集唱歌卖农产品，打翻也主角点心来分享。因为因伫台东市里渔山卡市集卖菜卖20多年，大家感情拢真好，老顾客也袂少。就是比较没有喷农药，这边种的都是大家附近的人啊。因利用老人会馆广场摆60个摊位，互透早去里渔山运动落山民众顺手买菜转去。啊，不过县府今年规划要改去老人会馆，按算12月20要动土，市集都会搬走。即马传出，县府爱小农市集伫下礼拜二12月7日清空搬走，啊，不过还未找到新的地点，因拢真烦恼生活受影响，也唔甘被拆线，互相翕相，留一个回忆。菜都刚种下去呢，要两三个月，那怎么办？那些菜要给它烂掉吗？这我是讲你种活动安排的，哦，这个我这个路遮啊，甲这个去大圳高去问者，啊是迄个田我村里都弄盖好啦。啊，不过县府澄清，无任何单位发公文，爱小农伫限定日期搬走。啊，不过伫7月开协调会。也正式的来告知我们这个资产饲料协会，应该要在哪个时候搬迁到大家所共同选定的一个新的场域。县府表示，6、7月已经甲协会会勘5个里渔山周边的地点，就等双方确认。县府强调，小农市集未消失，协会小农权益也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中兴大学学生哦，发现讲学校内底饲养蚕有设一寡真幼的蚊仔，结果害死真侪只的鸟仔。学校是表示讲，公所本地是说，在一项硬较粗的蚊仔，也毋过哦，鸟仔是真巧，会去找空芳去食虫仔，所以学生才去买较幼的蚊仔，目前嘛已经拢甲因拆掉咯。学生去学相片，几只鸟类被困伫咧网仔，有的已经死亡，有的根本未喘气。学生今日来救援，无但只有救到一只，了后就被人主动救援。中兴大学学生指出，11月30号，前往校内实施试验仓库，想要来翕鸟的生态，不过所看到几只放温鸟受困致死。去的时候，系方的人员已经不让我们进去了。
越来越讲求不要去影响到太多生物的状况下，我会觉得这个做法确实是有检讨空间的。学生佫表示，嘛看到蛇类受困，这个架设鸟网的行为对着生态造成冲击。这个校方推行友善农业，不过使用无友善的工具来防鸟啊。实际来讲，这块仓库架设的防鸟网内底，确实有真侪鸟啊飞来飞去。我们现在看好像都遍布了鸟网，可是在很多地方是有比较大的洞。那鸟很聪明，它就会找，从那个比较大的洞钻进去。有这管理的农业学系表示，甲有的鸟网无共款，目前所使用的是孔较大的防鸟网，而且材质相对较硬，鸟类停留伫顶悬嘛袂被颠掉的。不过因为破损真严重，学生为着应急，买了较有的鸟网临时性的修补，连都造成鸟类受困。学生啊，一方面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后续会带来的这个严重性，所以他们就用比较轻便的那种细鸟网去补这些破洞。校方表示，因为这地差不多30平的范围，两日进行切开产量测试，烦恼鸟类来吃影响到实验的数据，则必须隔开鸟类。目前已经将修补较有的鸟网全部拢拆除，卖提醒学生应该使用较友善环境的农材。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有义消团体今仔早起公布一份针对18岁以上民众的调查，发现讲有超过一半的人伫囡仔时代有受过情绪虐待，有5%受访者捌遭性虐待，无分查甫查某。因呼吁这个社会应该要重视儿童创伤。觉得为什么就是我又要想起这些事情？几内受过心理创伤的个案，讲出家己的心路历程。台湾儿少权益暨身心健康促进协会以今年台北教育大学心理咨询系对清挂的18岁以上的民众的研究，发现伫台湾超过一半的人，伫囡仔时至少拄过一种情绪的苦毒。最容易被发生的童年逆境是3样，一个是应该是情感虐待。就是有点像我们情绪勒索那样，那另外一个叫做情感忽略，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好像是家庭里面有就是精神疾患，对，那因为这个都是发生在家庭里面，所以其实真的旁边人就很不容易发现这样子。儿少权心会表示，囡仔细汉拄到的当年逆境愈多，就愈通一切以成年了后，会出现忧郁、焦心等等的倾向。另外研究嘛显示，有5%左右的人遭遇性虐待，男女性拢有，嘛显示性虐待毋那敢若是女性会拄到。其实最让人心碎的就是家人的性侵。那这件事情又不能说，那这真的就是造成他未来不只是性格上，或者是身心疲惫啊，或者是忧郁啊，甚至于更严重的一些疾病的很重要的一些核心。儿少权心会表示，有的人甚至是人际关系出问题，才发现受因果创伤的影响，嘛呼吁大众正视儿童创伤，看到创伤嘛是解郁的开始。记者特别了解台北采访报道。继续看行政院性别平等处公布消除对女性一切歧视公约的审查建议，因呼吁讲应该鼓励女性参政，针对身障女性的生活权，嘛应该提供愈侪保障。C 斗10，歧视归零。12个关心妇女甲性别议题民间团体来到消除妇女歧视公约4度审查会议的报告现场，向台湾政府甲国际专家讲出心声，希望女性参政的条件会当放零。政党补助以及能够取回所谓的保证金的这些门槛，对很多的小型的政党跟女性来说，也充满了一些不公平的这样子的一些设计。更多的这个公费选举的这样子的方式，来促成，特别是来自于弱势群体女性的这个参政。除了女性参政的议题，关注身障女性的台湾障碍女性平权连线，嘛提出希望政府针对身心障碍女性的就业，会当有较友善的措施。委员特别去谈到了声音障碍女性在就业率或者是薪资上都比不管是声音障碍男性或者是一般女性都还要低，所以委员特别强调国家应该要有相关的政策去提升障碍女性的一个就业。针对民间团体提出的诉求，代表行政院参加4度会议的发言人罗秉成讲，政府部门会汇集意见，伫未来2冬内针对问题改进。那我们政府机关部门
会把这86个点次相应的相关部会会请他们先就这些建议做一些回应、整理跟分析所以大概会在2年的时间内，会来 review 一下我们这一次的第4次国家报告的结论性意见有没有获得落实跟推动。4度国际审查会议4档举办一摆，这回政府敢会按照审查委员的建议，甲民间的声音调整改革的方向？民间团体持续关注。记者麦上营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高雄二手大厦甲民间的公司合作，以中国新华山海景来开发游戏甲节目哦。因表示讲，若是反应袂歹，未来嘛有可能会去做电影。对着报幕演戏考验演员的演技，嘛爱到山顶来拍片。翕的过程当中，拢有二手大学的学生来参与。经过1档外的筹备，还有规划，学校甲艺术公司所合作的计划案，再时来举行的成果发表。除了景德片，还有 VR 游戏开发等等的创意。我活到现在20岁，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有人跟我说，我要跟筷子、吸管培养感情，我要带感情的去摇动他们。计划主题以上过新华山海经的人物为主题，要打造出东方漫画的概念，和东方元素的英雄角色嘛会当变成是一种代表。艺术公司讲，学生的创意真多元，成品的质感其实接近要商业化的程度。师生里面得到一个实物的接轨的部分。第二个，也建立我们的业界跟学校里面一个更密切合作的机制。学生的这一种想象力跟创造力啊，是真的不可限量的。台湾年轻人的这种品德跟忠诚度啊，是企业呢很难得找到的。这届出材是由得到新传奖的魏涛所创作的《山海经》为主题，将数20几档创作的伊对着这届的合作非常的娱乐，因为学生会当为现代科技的方式来诠释着上古文化的人物角色。伊嘛真期待后礼拜伫网络平台播出了后，会有更较大的回响。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来看是今年金马奖摕到最佳动画短片奖的热带雨眼，以传统古早的工艺结合动画，导演是用好神的角度来看待讨论世界文化哦。这个导演张市展厝里就是开古早店的，伊甲这个传承古早的技术，佮再用心思来创新改变，互古早有新的生命甲艺术性。台记台青春咱来帮伫这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大家来了解。传统的民俗是安怎会当搬上国际大舞台来实践愈在地愈国际？这个嘞 ，rocker 对不对？可是你可以透过你的美术的这个基底，然后去把你未来很想要做的事情，先把它画出来，这样子。三重高中美术班的教室内底，抓人排规排，讲师张婉莹甲占约着，功课是讲较真认真。这是学校甲新兴古早文化合作的策展工作坊。要培养学生多元的视野，嘛希望学生了解本土艺术的历史。那个改变不是说要多颠覆传统，只是说让现在的小朋友更容易接触到，更容易觉得感觉有兴趣安尼。我觉得这是我们做推广最大主要的目的。在新庄市区有120多年历史的古早店，店面无概括，内底常常拢是古早甲相关的工具。第4代张婉莹甲因小弟张市展，甲因合作团落来古早店接起来，除了传统，嘛会做创新，改变民众对古早文化禁忌的距离。也若张市展，佮甲这个工艺带去入金马奖的舞台。用要3年的时间，张市展结合西方红仔动画技术，创作出热带雨眼特价动画。用好神的视角来探讨世界文化，这个作品嘛得到这一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的肯定。用传统加上创意，让台湾的民俗有无同的风貌。我就结合一些西方那种动画的技术结构这样子，然后混合了一些这种传统的古早的技法这样所以那些。传统的古早的那些就可以借由这些骨架来去做表演，这样那样。一张纸，一支竹篾啊，古纸毋但是用伫咧松的，描绘活动甚至是办喜事，嘛会当看到古纸。其实古纸嘛是有做一寡喜事的代志，这个观念嘛是阮想要甲一般的民众，互因较了解这个文化，也是这个工艺。突破传统会有压力，伊嘛要怀疑家己。
不过，即嘛对古早文化有理解的人愈来愈多，嘛互因更较有动力向前行，继续延续古早精彩的故事。记者罗敏俊、吴维修新北报道。来看桃园有一个八底厝民俗艺术村哦，是桃园头一个以台语甲闽南文化做主题的园区。最近推出台语词语，第一期的课程是邀请母语家庭来教大家讲台语。大人囡仔一个接一个，无风火车坐玲珑，边仔放的囡仔歌是台语版的火车快飞。10个家长甲囡仔伫桃园八底厝民俗艺术村用台语读绘本，讲一个囡仔当咧收集上水的声音的故事，佮带囡仔家己动手做乐器。绿豆甲红豆。你头拄仔咧做啥物物件？做虾、收入甲皮。八底厝民俗艺术村是桃园头一个以台语甲闽南文化做主题的园区。为着推广台语，园区内底有台语书院，佮甲在地老师合作出版桃园在地语言文化的绘本，嘛甲绘本内容改做动画，互囡仔佮较愿意了解当地民俗。咱有做一个台语的小学堂，吼，未来呢专门咱推广咱台语的部分。啊，过来就是讲，咱有其他的几个馆，吼，有咱的表演艺术的部分，啊，佮有咱的公益文创，啊，佮有一个咱的民俗艺术，吼，咱的节庆馆的部分。罗家决表示，桃园是族群多元的所在，连台语伫当地无共角市嘛有泉州甲漳州的腔口差。八底厝未来会继续举办台语课程甲民俗艺术表演，望文化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林世霞、桂林桃园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